有幾得意啊！好似唔見咁得意啊！跟住而家要喺前邊㗎，側邊咯。喺側邊你可以喺前少少咯。喺前邊啦，嗨，大家。幫我認下邊個爸爸，太黑啊，大佬。EV 我不知道，我备注说。EVAL 係咪最有型嗰個啊？月月係咪最有型嗰個係爸爸啊？菜。应该是最后边那个滑的好看点。应该不是，他不爱这么小那个。这儿呢。阿姨，在这儿。買呢個女仔。我電話也關機沒電了好像。我接了，然後又斷了。啊？我說我剛才接了，然後又斷了。哦，呢個原來我一開頭係冇認錯嘅，但係我以為點解呢個女仔會同佢講嘢嘅咧？我就以為呢個唔係。Hi viewers，